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今仔日来宣布，要选士林大东区的立委，伊的对手就是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游淑慧讲，伫咧艰难的选区挑战上强的候选人，这是困难的决定。但是战士并无选择战场的权利，未来会用阳光甲笑容来融化掉王世坚。游淑慧阁学了王世坚是智勇双全的真男人。王世坚听到这种的学了讲吼，伊已经互游淑慧甲融化了，嘛感谢游淑慧学了伊智勇双全。伊讲伊家己确实是实至名归，也就是王世坚讲吼，家己确实是这个智勇双全，讲游淑慧学了甲真对。游淑慧动算，淑慧动算。徛一排大声发动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确定代表南军参选士林大东的立委，对战高声量的民进党议员王世坚。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世坚大哥是一位智勇双全的真男人，就是用阳光笑容这个融化我们的坚哥让他不要这么戾气这么重他已经融化我了，你看，我已经改变很多。我过去在议会都是以凶悍出名嘛，我被他称智勇双全哦，哇，这4个字。我谢谢游淑慧议员哦，我实至名归啦。虽然两个人无拄当交流嘛也真烧热，不过游淑慧若面对跨区挑战，加上过去士林大东的选区已经是连续3届靠民进党摕下立委的实处，王世坚是因为初选和现今的何志伟出现必顺，君主收入拢各有选择的担忧。大家情绪上可能还要一些时间去平息恢复，基本礼貌上。我一定要跟何志伟委员联络，那么甚至经过他同意，我去探视他。对了，王世坚和游淑慧的君主收入之战必须关注。另外，北方点名出战士林大东的前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谢良介，嘛讲要争取无分区的提名。不再规划参选区域，我对党对整个团队有更多的贡献。更大的服务空间，全国各地的支持者也有高度的期待。地方历史立委的选举正式起稿，那就嘛密集布局，全力拼战。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hat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